伫咧新德市负责疫苗注射志工内面，有出现一位对法国来外国人号做 Max， 因为伊因过捌有做过志工经验，这回来倒骹手也真紧就熟手啊。用华语帮时代检查相关文件，计晓教人安怎写，只要有闲赶紧摕酒精消毒液啊。新德疫苗站内底出现一名外国职工，那真热心服务大家，嘛因为是外国人。民众感觉特别好奇，一开始会吓到，可是后来觉得，会中文，然后沟通上也没问题，然后刚刚遇到一些问题也能够解决。我以前已经当过职工在法国，然后我说，因为最近需要这些人，需要帮忙的人，所以我说好，我马上申请。今年26岁的 Max 已经来台湾活2年半的时间，当初时透过朋友熟悉台湾。真介意台湾的人情味，所以选择来台学中文。最近因为受疫情影响，原本上班的餐厅暂停营业，所以有时间来这斗3工。虽然是有一点辛苦，有时候天气不太好，又蛮热，还是下大雨，但是我们还是要一起加油。Max 讲，面对疫情，虽然家己不是台湾人，嘛是甲台湾人做伙拍拼加油，因为疫情需要大家团结，做伙渡过难关。记者张君和新竹报道。